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金门有2个钓客顶礼拜出海失踪，后来去互中国海警救起来，不过却一直吊伫咧中国，无法度回来。中国国台办讲，因为其中一个姓吴的查甫人是台湾的军人，伊无老实讲伊的身份，挑工要瞒，所以也无法度放伊回来。那另外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今仔日就会甲送回来金门。 我嘛是就爱2个当这大。不要紧，你免烦恼。金门姓胡甲姓吴查甫人2个17出海钓鱼失去联络，18号中国海警找到煞滞留真一天，家属着急等2个人应回来。国台办回应已经互因2个人医疗救助甲人道关怀，各因打电话互亲人报平安。因为姓胡的查甫人是台湾军方的现役人员，无老实说明身份，而且编造虚假职业信息，有意隐瞒。有关部门爱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形。姓吴的查甫人会伫今日送到金门。他后面线，我真不觉得咱嘛艰苦了。我呀你，伊那几号呢？哎呀，当兵囡仔伊大项也袂晓。金门县政府指出，正式接到通知了后，会透过两岸搜救平台原来模式，最起诉金门号或者是后溪号可能看需求马上启动出海接人，也继续协调，因应赶紧登海。 有一些程序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这个大陆方有说他们会这个就是善待然后。昨因为外海风险伤过大，暗时接送危险，原本按算伫昨暗时登来台湾的姓吴的钓客，会伫今日早起登来金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 美国政府的司法部联合15个州去告 iPhone 的制造商苹果公司，因为苹果唔那甲手机的市场规划捧走，画关价，佮挑工要甲对手下好倒。后面即阵嘛要调查苹果，若违反所谓市场法，苹果可能就爱纳罚款。这金额是一年伫全球收入的10%。再来看联合报。 病人自主权利法施行5档，却无到1%的人签名，因为要写医疗决定书，就要先开3000块咨商，所以病人都无想要爱。若健保署是打算要扩大每期病人的定期，互65岁以上重病住院患者会使免费去咨商，上紧6月施行。再来看《中国时报》，主计总处公布2月失业率是3.39%。 虽然是平顶个月增加，不过这数字是24年来同一个月上低纪录。主计总处讲，失业率低代表国内就业市场稳定。来看经济部昨开电钱审计会，确定4月开始，这电费钱平均要起11%，平均一度电是起到3.4块。 亲像台积电即寡一年用超过150亿度，用电较上重的产业，电钱会起25%。另外，民生用电一个月330度以下是起3%，700度以下是起5%。细间店面若用超过3000度，一日上济爱加纳70块。 电价一定会起价，行政院颁布1000亿户台电，台电也是了钱。经济部2日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工商产业界代表拢参加。经过3点钟的讨论，决定4月电价平均起伏11%。对工商到民生用电这波调整全部拢有起，只有农渔甲学校用电未起价。那目前的燃料的成本，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部分还是居高不下。举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电价平均调幅大概是11%。 民生用电分4级来起价，700块1度以上起10%，331度到700度以下，即回是起5%，330度以下也起3%。客家每个月用电伫700度以下，每户平均加纳无到20块，大约有1250万户的家庭受影响。小商店每个月用电1500度以下，电价也起3%到5%。用电若是超过3000度，总价增加的电费一天上最70块。 手摇饮店我们看到的大概它1个月大概用电大概接近3000度，600元左右600元左右。像是纺织这一般的产业，年用电量无到5亿度，会比较去年下半年用电量依照正成长，保持平稳加衰退有无同的起伏，上悬调升14%。用电的超大户每年用电量伫5亿到50亿度，加上2年用电平均正成长就起15%，150亿度以上更加起到25%。台积电首先受冲击。
产业界承担整个涨价的责任，这个是变成落在我们身上。那你调整的甚至有到25%，那在这个都会影响大企业未来的竞争性。电价起价反映成本的压力，工作唔难烦恼，会冲击国际竞争力，对传统产业的营运更加是受到真大影响。呼吁重新来检视能源的政策。生活世界拢爱用电，世界电价起价是毋是不价得起咧？各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4月都要起电火前啊，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会尽量让物价稳定。不过台铁、高铁甲客运可能嘛拢会对得起价，这部分会尊重。那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 ，T-Pass 交通月票的计数目前是未改变。4月电价伫要调悬，经济部22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行政院同意颁布台电请益，互4月的电价平均的起价幅度差不多调11%，不过也是影响民生物价的起价。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审议的过程会兼顾照顾民生加稳定物价。也对于需要照顾的这一些团体哈，譬如说农渔或者是这一些医疗机构和这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哈等等的教育机构哈需要在补助的地方，我们也会再加以考虑。朝向这个大众物资那个减税的措施要展延到6月底，那我会在会议中充分讨论。针对电价调悬，可能会冲击公共运输，亲像台铁、高铁捷运、国道客运的票价，尤其是台铁有28年无起，国道客运原来有18年无起。对这件代志，陈建仁是讲，为了让台铁公司化，有更加好的营运，尊重票价调悬。交通部长王国材证实，台铁的票价也搁伫议定阶段。国道客运是18年没涨，没有调整。台铁是28年所以也不是因为电价。那台铁现在是还在草泥阶段呢台铁如果调整一样 ，T-Pass 都吸收 ，T-Pass 也不会有调整。国道客运也是调悬，王国材讲，底图是由 T-Pass 月票吸收，中长途会做部分调整。若是台铁的票价若做有起，底图原来会由 T-Pass 来吸收。那是通勤族所关心的 T-Pass 票价，王国材是讲未变动，补贴的部分由政府动用特别预算来支应。是用特别预算来吸收，这个我们要查一下，怎么会有这笔的特别预算？行政单位可以再拨补一些来补充电价，那减缓这个电价的调涨。罗斯堡批评政府一面得起电价，一面搁颁布台电，一只牛放两烟皮。考虑嘅是讲，政府爱加补助，减轻民众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决定要甲利息成半码，有学者讲，这是因为要起电钱的关系。这对有咧派买厝贷款的民众来讲，确实是有影响。因为贷款的压力变大，刷落来税厝的行情恐惊嘛会对得起。因为这厝主可能会甲伊加纳的利息钱，拢算对厝卡去。央行国际升利息半码，央行总裁严金龙明确表示，为压制通膨预期，这是合理的决定。不过，对有房贷压力或者是计划买厝的人来讲，确实够增加压力。暂时都不会考虑啊。要升息就会更不可能买啊。日常开销要省一点，对，不太能够买奢侈品。房仲业者分析，若贷款1000万30年还钱。即摆升利息每个月爱加付差不多是600，不过若回溯到2012年初，迄时阵5大行库平均房贷利率是1.378%。若一个月付33930块房贷来讲，经过2年来600升利息，已经到每个月爱付37894块，也就是讲年交加47568块，是一笔的负担。有估算起升利息效应也可能反映在税厝的市场。升息之后呢，事实上最直接的影响的反而不是房贷族，会是一些租客。那对于很多的房东，或许会把这些所谓的房贷者增加的成本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应，会比较影响到今年呢，在特别寿险业者他们在这个相对于在购置相关，不管是在厂房、厂办或者是在办公室大楼等等的这一些的投资标的，它的难度上是增加的。
学者是分析，新利息半码对商用不动产市场影响较明显，商办投资意愿可能会降低。不过对一般主题市场实际影响是较细。房市买气未降温，尤其是受半导体题材影响，也会驱动部分地区厝价阁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英国王妃凯特今年初北岛开刀，到大拢无参加公开活动，王室嘛拢无说明原因。地主有真侪谣言是欧白团，即马凯特王妃是录影片宣布家己流感的消息。In January, I underwent major abdominal surgery in London, and at the time, it was thought that my condition was non-cancerous. The surgery was successful. However, tests after the operation found cancer had been present. My medical team therefore advised that I should undergo a course of preventative chemotherapy, and I'm now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at treatment. My work has always brought me a deep sense of joy, and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back when I'm able. But for now, I must focus on making a full recovery. At this time, I'm also thinking of all those whose lives have been affected by cancer. For everyone facing this disease, in whatever form, please do not lose faith or hope. You are not alone. 来看罗西亚首都莫斯科附近有一间音乐厅，22暗时发生枪案，有5个嫌犯举枪4个弹，佮结8个弹引起大火。目前知影尚无有40个人死亡，上百个人受伤。上新的消息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IS 已经承认犯案。音乐厅内底汹汹传出枪声，民众叽叽叫，有现场人遭到几啊个提自动步枪的人咧攻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正受欢迎音乐会场馆，22暗时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严重死伤，有人被伫壁架落恐怖的连续枪声。这攻击事件造成严重死伤，5个人开枪了后，各拼手榴弹或者是燃烧弹，互音乐厅导火。当地消防队除了出动消防车，也有直升机伫空中压水拍火。乌克兰当局第一时间出面否认，甲这攻击无任何关系。Абсолютно точно немає ніякого відношення до цих подій. По-перше, тому що в нас є повноцінна,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а, величезна, інтенсивна війна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регулярною армією і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 як країною. І безвідносно до всього, все буде вирішено саме на полі бою для України. 美国北京也证实，目前无现象显示乌克兰参加这摆攻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进行表示，来感谢有关极端分子要攻击莫斯科大型集会报告，佮警告美国公民避免参加大型活动。The images are just horrible, and just hard to watch, and our thoughts obviously are going to be with the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shooting attack. 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知影这事件，佮随时了解当地采取相关措施。ISIS 伊斯兰国是表示对这攻击负责，不过无提供证据支持这个讲法。公司新闻陈伟金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中国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长公布有36只军机来交乱，这数量是今年上济。另外，副总统赖清德去家己无人机研发中心视察，不过现场展示的无人机模特，互发现是中国做的。业者是解释讲，这毋是要做好咱国防部的产品。强军持续了台，国防部22公布查到36台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创下今年新关纪录。尤其为21暗时开始，到中共苏凯3站运8架无人机等，超过海峡中线也甲伊延伸线，进入咱北中部甲西南空域，配合共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的警戒，并且检派了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因应强军的威胁，国军嘛加强战备，各组两车巡弋运输艦玉山艦去年6月成军了后，海军要求近期内完成环岛试航任务。而透早停靠花莲港，让人看到载运向日飞弹的画面，实兵验证支援东部作战能力。尤其最近中共积极运筹三海联动，伫东海、大海、南海进行海上斗争，可能对台湾的复合式威胁。
它有可能会是它的海上民兵做先锋，海警在中间，最后是海军来做后盾。那类似的状况也会放到空中，有可能它会进行一些海空的联合操演，甚至是解放军经常中共会说的一个军警民三方的联合演习。我会善用520前宝贵的时间，来迅速的掌握国防、国安的相关事务。5日空地要到啊，准总统赖清德启动信赖新政稳健连接产业交流活动，第二站来到嘉义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视察。赖清德讲，国防经济是支持国家发展的两大基条。不过现场点出的经纬航太的无人机产品，莫大可能发现是 Made in China。经纬航太背回讲，这是托尼基英国合作的无人机，不是公司承制国防部的产品。相信在1年之内。事实上就可以达到了供应到土耳其或者是英国这边来进行做他们必要的这一个全部飞鸿的转换。陆政峰指出，军用上轨无人机计划中型甲小型的本土无人机已经会当100%不是中国的零件制造，同时陆续培养台湾的无人机供应链，所以世界各国嘛开始要甲台湾合作共同开发，希望未来会当进入国际市场。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立法会通过《基本法》第23条，未来台湾人若去香港，手机有批评中国的信息，嘛有可能会接做。伫台湾的香港人就出面抗议，讲执法的界线无清无楚，任何人一个无细致，拢有可能犯案罪名。也让我们这个民众要非常小心了哈！真的有类似的行为，我是觉得民众就不要去了。呼吁国人莫阁去香港，因为香港立法会19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也就是基本法第23条立法。23正式有效了后，除了更加限制香港人的自由甲人权，例如台湾人入境香港，手机内底有批评中国政经情势消息，也有可能诬告有罪。伫台湾的香港人出面提出沉痛的抗议。要想起到香港的朋友，他们的情况真是很辛苦哦。早前香港已经有独立书店被查水标，明天之后很可能就是被警察上门搜查，然后就是要面对如入之灾。我做艺术的找不到红线在那，23条通过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创作自由、言论自由。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说我对香港的感受而已。但他们还是要一步一步剥夺我们的自由。条文中列出法则，叛国甲叛乱上悬会当处无期徒刑，间谍罪会当判20年，非法公布政府机密相当会当关10年。不过相关罪行的定义无明确，执法的界线也无明，互台湾的香港人难免会烦恼。条文细节其实都是非常的模糊的，域外的这个效力，其实任何人在任何的地方，其实都是有可能会犯世界罪的。台湾政府可以让就是抗争者，而且受集权压迫的政治迫害者，在台湾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最近伫欧洲议会大楼前，采一个本来是放伫香港大学内纪念中国六四事件受难者港版的国殞字条，现场佫播放反送中运动代表歌，愿英光归香港。创作者、单面艺术家顾志华伊讲，这种的展示是予中国强烈的信号，甲中国讲因的心脏伫欧洲无适用。记者综合报道。有100多年历史的新德市立幼稚园2年前因为建筑不伤久啊，决定要重启。却因为疫情甲工资起价关系，这工程要发包拄着困难。伫今年初总算是顺利发包出去啊，按算2年后完工。第一场工程顺利。等待900多天的时间，幼稚园重启的工程总算顺利开工。过去这2年多的时间，幼稚园的囡仔拢是去北京幼稚园照教室上课，实在真无方便。即马听到学校特别重启，大家拢真欢喜。我们幼儿园要重建得很开心，我们已经期待很久了。对，我们希望我们的新校舍呢，可以以全新的风貌带给大家更优质的教育品质。我是觉得，如果它改建以后带来这一边的繁荣、环境卫生都很好。在1923年创立的新德市立幼稚园，到今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市府2年前计划以1.3亿准备在原地重启，因为当着疫情加上原料介绍大起，拢无人来标工程。后来预算加到3.2亿，
才顺利开工。真的等了很久，那我们非常期待有新的校舍，那在就是这么完善，然后符合孩子需求的校舍里面进行课程、进行活动。非常的感谢中央教育部补助，包含1亿5千万的部分，那也由市库呢来补助大概1亿7千万的部分，总计加起来3亿2千万的这个经费工程预算来完成这个新竹市幼相关的一个工程。那希望说未来我们在115年7月的时候，希望可以如期如职的来完工。新北市政府表示，工程按算会在2年完成，未来完工了后，拢总会有13间教室新增加5个班。招生人数卖对原本的218人，增加到收312个学生。记者对君和新北报道。为建筑物的形态，咱会当看到生活、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分遮。台北市美术馆举办展览，整理台湾自然了后建筑风格发展。红色的条仔甲金色的厝遐，踮伫咧基隆河边的圆山大饭店，起伫1973年，有真明显的中国建筑风格。隔一条基隆河的台北市立美术馆，起伫1983年。虽然设计的时候，国民政府要求爱复兴中华文化，但是设计者甲中华文化抽象化，融入这栋白色特殊的建筑。比拼之下，通看出不同时代的建筑新美观。这段时间是台湾其实一个很矛盾的时代，有威权体制，也有这种很高速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很多的力量的夹缝中去发展出我们这个摩登的生活。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迄时台湾接受美国援助，亲像起伫1963年的台大农业陈列馆，就有美国现代主义的影。所落来，国民政府积极推设亲像圆山大饭店这款发扬中华文化的建筑，尾手接近现代，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吸收欧美各地的思想，加上台湾的文化，开始有北美馆这款在地现代化的建筑。人们的生活和建筑是一个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只关注到这个建筑的实用性，或者是它的这个外观的造型而已。好。那却忽略了建筑它跟人、跟生活、跟社会、跟文化，甚至于跟历史的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连结。北美馆为2021年开始，邀请全台各地的建筑相关专家，整理台湾2000了后的建筑风格发展过程，拜六开始举办展览。北美馆表示，真侪民众对其他国家的建筑有兴趣，对台湾本土的建筑文化故事煞无看重。望透过这摆的展览，让大众了解台湾本土建筑参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云林有一群少年人用在地特产做创意的料理，让游客更加了解云林的产业。台记台青春咱的网下暗7点半，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云林片拍，来看因的好滋味。伫北港糖厂的展览会，云林高港的物产甲工艺，吸引真侪游客来遮参观。伫会场的高港饭桌，嘛出菜开始食。这是云林在地青年规划活动，要用料理，让游客认捌台湾农村丰富的物产。饭桌顶一出一出的料理，拢是用在地生产的农作，结合创意的料理，来传达云林无共款的一面。我想要甲翡翠餐桌呢，用遮美的餐桌啊，甲因去结结安尼。云林呢，这个所在呢，是咱台湾省的一个粮仓，因为咱差不多一顿饭，差不多有70%的物件，拢为咱云林县出去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呢，伫咧餐桌甲云林相遇。就是真侪人客讲，因为参加咱的活动熟悉，足侪拢咧云林啊无共所在的新产者，也是讲咱的农作物。除了伫咧会场，饭桌的活动也会无定期去云林各地来举办，甲产地甲饭桌的距离扭下来。这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策划，是在地少年农作的生产者，希望透过创意，让游客了解每一项食材背后的故事，甲云林的风土民情。上较重要的是凸显农业面临的问题。差不多30年前吼，阮遮种香菇的规庄拢种香菇，啊到尾啊你迄木材吼取得不易，阮遮种香菇头就有3户，啊3户阮翁仔某算是上少年的一对啊。用心生产好的食材，用饭桌来讲故乡的故事。有热情的少年人组织力量，要改变云林老化刻板的印象。
因透过一届搁一届饭桌的行动，互青年的乡村梦一点一滴慢慢来实践。记者吴永芬、连胜维云林报道。来看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8度到29度，中部地区18度到33度，南部地区19度到33度，东部地区17度到27度。外岛地区15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芷，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